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和你做参考。解文说理。好朋友迄天阮庄的闹热，国情行对遐过，拄仔咧搬布袋戏。哦，看吊一块牌啊，今日剧目，今日做啥物戏就对啊。四人跪正当，我就安尼踮遐双手插歌，加减甲看哩。哦，即摆迄出刚开始，煞毋知影讲四人跪要参加斗军，主持斗军就是对朝廷来的。中安城特别派来，东太总理世面特别指派，副国将军张士贵边仔吼，大家徛咧牌啦。对方要参加斗军呢，5、6千布袋戏翁仔才做伙啦。张士贵就讲啊，讲这个你出来，看别人拢山鸡落晓，敢若你人悬汉大。我先问一下你的功夫咧，山鸡落晓，山甲落拢是形容词，咱知影啦吼，迄个鸡晓。若是安尼吼，已经练啊，叶啊要落啊，咱咧形容啥？山鸡落晓就表示即个人无男无女，也无精神。尤其安尼已经皮包骨，咱才会讲伊山鸡落晓。啊，毋过你知影，四人跪一顿吼，听讲食4、5斗米的人，比人加正大汉哩。即马张士贵调工要甲问，讲你会晓啥物功夫？结果四人跪就甲应啊，讲长枪短棍我拢会晓，那贯穿运用是方天画戟，随主得客就对啊。随主得客，即款咱两字摆做伙，台语特别才有的成语。随主搁得客，意思就是讲人客挺好做选择。所以啊，你若甲我买细罐的，食1个月1000块，但是你甲我买大罐的，食3个月，我算你2000。不过我毋是鼓舞你买大罐的，随主得客，在人客意向。哦，四人贵讲话就真乖口啊，长枪短棍，啥物家私都会啦。安尼张士贵主考的副国将军煞甲因啊，安尼你毋临考不倒呢？朋友，临考不倒，阮那台语特殊的成语，阮那两字摆做伙。任人安怎样考，拢演袂倒，或者任考不倒。结果四人跪，这算男主角，煞甲因讲倒句的，讲我临考不倒，通人倒了。四人跪正当，咱知影足出名的民间流传的故事。偏偏去撞到一个歹主考官张士贵，所以运命坎坷。佫正是照这站过程来讲，台语特殊艺术的俗语，两字摆做伙斗做4字的俗语。啊，若要听布袋戏，要听四人跪正当，你继续听。解文说理对好调，说好嚼，佫正会讲互伊详细佫明了。